咱来看台中市有一间茶米公司，因用较俗的介绍，甲人买3万斤的越南茶米，然后假作是台湾的高山茶伫咧卖。警方假作是人客去甲买，甲茶米送去鉴定了后，确定毋是台湾的茶米。目前已经甲即个姓詹的负责人因翁仔某拢抓起来啊。 货柜顶原包甲真水的茶叶，讲拢是台湾高山茶。保持的警察含是有4个人员来到台中福气茶叶公司来敲吹，当调查到业者以1斤200买越南进口属价的茶叶，则包做台湾茶，改卖1斤1000块，一个啊就赚5倍这么多。以每台斤平均200元的价格购买越南进口的低价茶叶，包装成台湾的高山茶后，以每台斤平均1000元的价格。 赚取5倍的暴利，现场查扣不法的茶叶将近5000台斤。警方进前都有接到有境外的茶，假作是台湾茶的证据，因假作是人客了后先去买，送农业部茶改场去鉴别产地，用多种元素比对这科学的方法，在港品种茶叶内面分出这是种在台湾还是国外。茶树品种是一样，但是它种的地点、吸收土壤里面吸收出来的这个元素也会不一样啊。 它跟台湾的不一样啊，我们就会判定说这个是国内的或是境外茶。警方现场是查到福气茶叶公司5000斤假作台湾茶的茶叶，而且因已经卖出28000斤啊。台中地方法院伫审理了后，就共同贩卖假食品的罪，判姓詹的负责人含伊姓吴的某1年6个月含1年3个月有期徒刑，犯罪判了2429万，防守期专案会当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